看雪，这个雪霸国国公园今年入冬头一场雪来啊！昨昏最近呢，雪山全国也有369营地拢有落雪，这个景色看起来袂输是伫银白色世界同款的，互人真难忘。这个雪霸国国公园管理处是讲，因为这个水汽较饱，加上现场气温已经达到0度以下，所以讲都落雪。当时要提醒想要上山赏雪的乡亲，登山的装备一定要齐全，尤其是爱穿好烧。 白白一颜色，看着咧真侪树啊、草啊顶，这几画片看起来就亲像行入来到金白色世界。早已知影，雪霸国家公园内底雪山宽国有369营地，落今年入冬后的头一场雪，哪会落这场雪呢？所管处解说，水汽饱足，加上温度增加，才会落雪。昨天在山上的低温已经达到0度以下，又因为水分也充足，所以说就达到下雪的条件。真侪爬山客因为这场雪拢想要去山顶看水景，不过伫咧雪地爬山，涂骹拢真骨溜，若是无雪哩，恐惊地发生危险。爬山装备变做准备，专家讲雪地三宝，袂当给绕高起。第一样就是岩盔，保护你的头部的安全。那第二项就是冰爪，在经过积雪的路段的部分可以 加强你的脚步的一些固定，你要踩那个结冰路段的部分，会让你的步伐会更稳健。冷空气发挥，雪霸公园内底的气温已经达到0度以下，民众想要去咧山顶看雪，所管处提醒，一定拢要穿小好。但是当到气候无好，或者是落雪结冰，买斟酌评估家己的身体状况，才能确保自身安全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